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0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12天。前线总共记录了220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在雷尔斯克地区，乌军用海马斯突然袭击当地一个俄罗斯军事指挥中心，并将其摧毁。袭击导致一名俄军高级军官，也就是据称是俄军第15海军陆战中将旅长身亡，但是这个有待进一步核实更多损失有待澄清。乌军对特特金诺等多个方向展开进攻，乌军还猛烈炮击特特金诺地区，俄军第56突击团已经被包围，无法脱身。比尔格莱德前线昨天遭遇2次袭击，首先是瓦卢伊基一带当地的俄军通讯塔被无人机击中，随后被烧毁，中断信号。其次，在距离边界仅18公里的尼克尔斯科耶地区，无人机击中了俄军的停车场，导致10辆军用卡车被摧毁。目前，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进攻在加剧，他们正通过此类行动削弱俄军的攻势。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总共向乌克兰城市发射315架无人机和7枚导弹。军方称，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213架无人机、2枚导弹和2枚巡航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军队本周在多条战线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167次交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防空部队从周一晚间到周二共击落109架乌克兰无人机。6月12日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系统与其他国防部队协同行动，袭击了位于祖博沃村的科技园区。该工厂专门从事高科技武器用的印刷电路板和电子设备批量生产，现场已记录到爆炸声，袭击结果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日前，乌克兰空军使用米格29战斗机搭载法国提供的铁锤滑翔炸弹，摧毁了一处俄罗斯的前方作战基地。现在这个视频在网上也有很多一发入魂精准命中。6月12号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截至乌克兰时间2025年6月12日早晨7点，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武装入侵的第1个小时22分1205天，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乌克兰总参战报显示，俄军伤亡突破100万大关。乌克兰的这个总参的这个关于双方的战损数据这个美国国务院都是认可的也就是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字相对是可信度非常高的，不像俄罗斯的国防部无图无真相，后面随便加0我记得这个俄罗斯给谷歌开的罚单，后面0的自己都数不清加了多少个，好像是37个吧，37个0。你说你写的手都写抽筋了，所以俄罗斯方面公布的这个战报就相当的不可信。从2022年2月24号第一声爆炸起，乌克兰便被迫走上钢铁与信仰交织的战斗之路。面对全球所谓第2大军的军事强国的钢铁洪流，无数乌克兰平民、士兵、志愿者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土地、家庭与未来。而俄军的每一次推进背后都是士兵伤亡的堆积，是重型装备的消耗，乃至国家信誉的坍塌。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战报显示，俄军已接近有4万余辆坦克、装甲车和重型武器被摧毁。如果将所有被摧毁的军事装备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能从基辅延绵到莫斯科。乌克兰用坚韧与牺牲告诉全世界，即使面对100倍的强敌，一个团结、自由、信仰不灭的民族依旧可以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从不屈的乌克兰就能看出，民众自由从来不是无代价，只有那些不被吓倒的人、奋起抗争的人才配得到它。乌克兰人已经证明他们配得上。乌克兰人以俄罗斯的这个1/4的人，好像1/10不到的这个领土来对抗第2军事强国。乌克兰人1炸克里米亚大桥，将公路桥和铁路桥全部炸断；2炸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2发海王星将莫斯科号送入海底，成为黑海野生动物的乐园。乌军收复赫尔松城，对吧？在美国的协调下、斡旋下，
下，放过了斯洛维金啊他们几万部队，让他们顺利撤出。更难能可贵的是，乌军在2024年8月份直接进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让战争啊回到了他的家乡。直到现在，乌军还在库尔斯克这附近在作战。最近呢，乌军也搞了蛛网行动，让普京啊敢怒不敢言，在俄罗斯纵深啊发起了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毁灭性的打击。黄俄一再期盼的这个普京震怒，迪波老人真正的发飙了，不再仁慈，对吧？这回是真的要教训乌克兰了。结果黄俄再一次失望，他俄爹啊迪波老人再一次露出慈祥的笑容。背后的原因啊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乌克兰在俄罗斯已经对吧做下了什么准备，不知道有多少乌克兰人潜伏在俄罗斯，也不知道多少俄罗斯人在为乌克兰人对吧也在帮他们抵抗。总体上啊，俄罗斯发动的这个侵略战争是不得人心的。俄罗斯人呢虽然对吧这个没有办法直接表达出来，毕竟有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并且要采取实际行动反对。乌克兰人一次又一次的向世界证明，迪波老人热爱生活，根本就没有打算扔核武器，要跟全世界同归于尽。不要看那个五夫一娃一斤叫得欢，把核弹就挂嘴上，对吧？核按钮就憋腰里，没事拿出来盘一盘，他们一个都不敢用，他们好日子还没过够啊，怎么会选择同归于尽呢？所以你看乌克兰人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迪波老人画的底线红线，也没有看见俄罗斯人亮出他的核武器啊。即便在这个美国的特朗普啊，把这个胡萝卜给了俄罗斯，把大棒给了乌克兰，这样偏袒俄罗斯的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依然啊没有放弃，依然在证明自己手上有牌，而且有很多牌，而且这个牌还很大。为了迪波老人以及俄罗斯一小撮人的利益和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俄罗斯已经付出了100万人代价。然而这场战还要进行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只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里程碑恰逢俄罗斯它的国庆日6月12号，所以说啊，100万伤亡的数字就是送给俄罗斯国庆日最好的一个祝福，一份大礼。这个经济学人说啊，俄罗斯正在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夏季攻势。俄罗斯夏季攻势最可能的结果是既没有明显胜利，也没有彻底失败，但普京可能获得足以令其继续战斗的地图进展。一旦战斗在夏季攻势后趋于稳定，或许又将出现一线外交窗口，但也可能不会。俄罗斯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能承受伤亡。基尔达亚普京说啊，我们虽然伤亡少得多，但我们感受的更残酷。这个老百姓的忍耐力啊，对这个伤亡的承受能力、承受的这种程度，这个是集权国家一大特色，这是他们的长处。你没有办法吃草都能扛3年。这个新华社报道啊，说6月11日，俄乌双方根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开始移交阵亡士兵的遗体啊。乌方确认1212具乌军遗体已运回国。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11日说啊，根据俄乌此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双方开始向对方移交阵亡士兵遗体。同一天，乌方表示1212具乌军尸体已被运回乌克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啊，1212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已被运回乌克兰。乌国家安全局、武装部队和乌内务部等多个部门参与交接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协助。至此啊，这个俄罗斯掀起了一个阵亡人员遗体交换仪式这种宣传攻势啊，就不攻自破啊。他们在网上发起的这个说乌军啊，乌克兰不要这个阵亡士兵的拒绝交换，因为他们害怕付这个抚恤金，因为他们害怕暴露伤亡数字。乌克兰人都说了，这是俄罗斯方面不讲武德，就是双方还没有约定好，就是双方还在核对数字，还在核对名单，这俄罗斯人就把1212具遗体直接就拉过来，然后马上就利用乌克兰人还在核对，还在甄别，开始大肆造谣，把这个黄俄激动了几天之后有什么用呢？人家都是在走程序，对吧？严格的要去甄别，你不能说俄罗斯人把送过来就要啊。所以你看这个俄罗斯人精心策划的这个宣传攻势就自动瓦解。我们看看这个外交国际援助，德国国防部长访问基辅，拟讨论进一步对乌军事援助，行前称将竭尽所能援助乌克兰。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乌斯12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将与乌方讨论进一步的军事援助。皮斯托留乌斯行前表示，德国正在尽一切可能援助乌克兰，使其能够
加强自身防御，并推动局势朝着俄方准备好开展严肃谈判的方向发展。德国是美国之后乌克兰第2大军事援助国。德国总理莫尔茨上任后与乌方多次接触，曾到访乌克兰，并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德国政府近期还解除援乌武器的射程限制，引发俄方反对。明显的最近这个德国是更加活跃而英国和法国稍微往后退的。这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4年以来大家都能观察到这个现象。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像那个猎狗攻击那个狮子一样，它总有一头猎狗在前面起主导作用，就吸引这个狮子注意，狮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它，然后其他的猎狗就上面掏肛的掏肛，摇腿的摇腿，对吧？趁它不注意上去就咬它一口，所以这个狮子就精疲力尽。但当它注意力集中去扑它面前的那个猎狗的时候，那个引逗它挑逗它的那个猎狗结果别的猎狗就会趁它不注意咬它一口，所以这个狮子就会疲于奔命。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几年以来当时的美国，然后英国、法国、德国这4个国家不停的充当这个前面的这个挑逗的猎狗，吸引这个俄罗斯的注意。他的嗓门大，调子高。那其他的国家呢，就在后面做小动作，也没闲着。过一段时间恐怕又换英国在前面喊，吸引着俄罗斯的这个注意力，让德国歇会儿。这3、4年来一直就这么一个状态。你看最近法国就没动静了，没声音了英国的声音也小多了，德国跳出来了。现在俄罗斯人的火力全部集中在德国人身上，就担心德国提供这个金牛座，对吧？一直在恐吓威胁。德国人也不负众望这个新的总理梅尔茨和泽连斯基之间互访，对吧？这一次德国国防部长也跑来基辅访问，要竭尽全力支持乌克兰，要在乌克兰生产远程导弹，对吧？在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德国还要采购乌克兰的导弹。你说这个以战养战这不是给乌克兰输血这是帮乌克兰造血。捷克总统帕维尔敦促美国为欧洲提供更多时间以及切实可行的目标，以遏制俄罗斯，强调美国支持对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他警告称在北约峰会前不要在国防开支方面将欧洲逼入绝境，也就是这个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将那个国防开支提高到 5% GDP 的 5%。这个确实你让很多国家一下达到这么多，他们以前都是 0.0%， 一下达到 5%， 他哪儿挤出这么多钱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国家每一分钱都有花出，也就是他要提高到 5%， 那就意味着从别的地方占，别的地方恐怕要少一点。你如果对这个老百姓加税，那老百姓就不干，所以他只能是挤所以一下说提高到 5%。你像德国这种国家恐怕好一点，经济情况恐怕稍微能实现，其他国家很难做到，你只能循序渐进。所以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说你得给欧洲时间，不要在国防开支方面将欧洲逼入绝境。你像匈牙利这样的穷国，刚跟着欧盟后面过几天好日子，或者你让他拿 5% 出来做那个军费，他肯定不干他觉得俄罗斯跟他关系好的很，不会侵略他。说到侵略这个俄罗斯的小弟普京的小弟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看样子是背刺他了又做了对普京不忠的事情了。根据世界报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利用出席这个什么南欧峰会，访问了这个奥德萨。武西奇在奥德萨举行的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上表示，塞尔维亚准备恢复乌克兰1、2个城市或地区，以明确向乌克兰人民展示我们的支持。他强调，乌克兰在获得人道援助方面始终可以信赖塞尔维亚，并表示塞尔维亚也在政治上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个塞尔维亚居然大包大揽也就是说，乌克兰以后战后一两个城市的这个重建，居然塞尔维亚人来恢复来帮忙，这口气不小这不是招这个普京的嫉妒吗？在一场关于在洛杉矶部署军队及国防预算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海克塞斯回答了参议员们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首先提问，询问在这场冲突中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回答，俄罗斯是侵略者。他还表示和平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参议员格雷厄姆问他普京是否会只停在乌克兰时，海克塞斯回答拭目以待。这个海克塞斯好歹比那个卢比奥也稍微实在一点那卢比奥就是油嘴滑舌的，问他谁是侵略者就是不回答，就是绕着问题走这个海克塞斯倒是没有绕，直接说了俄罗斯是侵略者。这也不容易回去不知道特朗普批评不批评这个海克塞斯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周二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美国政府支持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关于美国是否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的问题时指出，总统和国务卿在很多活动中都说过，我们当然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地对空导弹的保护。他指出其不能就可能的武器销售决策细节发表评论。不过，布鲁斯回顾了有关欧洲合作伙伴可能供应美国防空设备的讨论情况，也就是这个美国人协调欧洲给乌克兰送这个爱国者导弹，就这意思。说到特朗普的美国的记者采访特朗普问他你有什么牌让俄乌停火，对吧？你老说乌克兰没有牌，泽连斯基没有牌，但是泽连斯基对吧，动不动甩出一个炸弹出来，似乎时而牌很多。那反观特朗普，你有什么牌呢？我们看看特朗普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What cards do you have really to force these two warring parties to stop? Yeah, I mean, look, they're losing 5,000 soldiers every single week. But they don't care. 5,000. Well, maybe he doesn't. I mean, I'm starting to think maybe he doesn't. He's losing a lot of soldiers, and so are they. So is Ukraine. But you know,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where we make progress,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something gets bombed that shouldn't be bombed, and that's the end of the progress. Would like to see if we can, it doesn't affect u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oney. It's a lot of money, but I brought back $5.1 trillion from the Middle East in 4 days. So did Putin say what he wanted from you? What does he want? He talked about what he wanted and talked about what he didn't want.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but so far nothing's come of it. 实际上是特朗普没有牌英国宣布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总计17亿英镑，包括防空导弹、快速游骑兵、机动防空系统以及多用途防空飞弹。另外，英国还准备提供10万架无人机，合计3.5亿英镑。目前援助正在陆续交货，大约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尽管美国的援助在减少，欧洲盟国正努力填补空缺。欧盟宣布将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首波释出14亿美元欧元的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后续采购由德国、丹麦与捷克主导。当地时间6月11日，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接受采访时说真正的考验在于英国母亲们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自己的儿子将为芬兰、爱沙尼亚和波兰而死。如果他们不接受，北约将不复存在。库列巴指出他们做任何选择，我都完全同意。我能说的，我能劝告他们的，就是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6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欧洲媒体政治家采访时说就是泽连斯基将自己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做了比较。采访中泽连斯基还将当前与俄罗斯的冲突比作2战期间英国抵御希特勒的侵略的斗争。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指出自己也时常感到绝望，也就是乌克兰的至暗时刻。他说，就连丘吉尔在与法西斯分子作战时也经历过绝望的时刻。我记得那个至暗时刻那电影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泽连斯基强调，目前乌克兰别无选择，必须继续抵抗俄罗斯军队的进攻。当年英国为了拉拢美国一起对抗德国，所以英国把他很多的海外殖民地港口都划给了美国，从美国换来几艘那个破船，从美国换来一些租借法案，也就是那个从美国可以买武器，美国把武器借给他，像极了乌克兰跟美国签的这种矿产协议。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说过说你们美国人经常干这种事，大家要理解。所以泽连斯基他把自己跟那个丘吉尔遇到的相提并论，说明他想明白了如何跟美国打交道。你不能指望着美国对吧，义无反顾的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援助乌克兰，关键时候他就要算账。泽连斯基呼吁乌克兰的西方盟友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压力。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俄罗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也不会真正的坐到谈判桌前。泽连斯基还指出没有美国相应的倡议，便无法实现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他说我们不应害怕，不应推迟那些可能使俄罗斯陷入困境的新决策。我们再看看这个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由于乌克兰人顽强英勇的抵抗，让俄罗斯深陷战争的泥潭。那么大国在跟中亚对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等也就是俄罗斯的后花园取得了一些利益。什么利益呢？就是以前谈了20年的这个铁路就是修不了，俄爹不让你修，俄爹要赚一刀，俄爹要当中间商。但是由于俄爹现在深陷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无暇自顾，所以这个铁路还是修了那现在呢，大家看个新闻就知道咋回事了。2025年6月10日至11日，中蒙边界联合委员会第6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会议在友好、务实和建设性的
的氛围中举行。两国外交、国防、海关、水利、移民、林草、铁路等部门地方政府代表参会。再往前看啊，2025年6月，蒙古国新成立的铁路局局长率团访问，两国铁路主管部门在首都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深化铁路合作达成5大共识。双方将加快推进甘旗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建设，完善法规标准与安全机制，并推动1955年国境铁路协定升级。此次会晤标志着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入新阶段，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大国方面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蒙方铁路发展，共同打造欧亚运输新通道。这个字少事儿大，也就是大国跟蒙古两人又眉来眼去了，勾搭上了，要修铁路了。这叫什么？冈旗毛都到嘎顺苏海图这个跨境铁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古它就2个邻国，也就是他想跟外界联系，他只能通过2个国家，要么对吧？俄罗斯，要么是大国。大家也记住了，通过俄罗斯的话非常麻烦，麻烦在什么地方？一，俄罗斯它没有好的港口对吧？它那个东北它就海参崴，还有什么港口？常年不动港。它往西的话，到波罗的海，到什么黑海，那好几千公里太远了。所以它离海最近的地方就是这种天然良港，那只有大国。也就是这个叫甘旗毛都到嘎顺苏海图这条铁路一旦修通，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个蒙古的这个主要的矿区铜矿、煤矿，蒙古还有银矿，它主要的矿区，然后跟大国的铁路网就通上了。利用大国的铁路网，它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港口，它可以卖给大国，它也可以通过大国的铁路网卖到澳大利亚，卖到美国，卖到其他，比如说越南，通过海路走那你看现在如果不是俄罗斯被乌克兰拖住了，你这个铁路能修的什么？俄爹能同意吗？对吧？你在蒙古修电站，帮蒙古人发电，俄爹都不同意。蒙古它的煤是优质的焦煤，那个主要是用来炼铁炼钢用。蒙古还有铜矿。蒙古的铁路它采取的是那个宽轨，它跟世界不接轨咱们反而是跟世界接轨的，咱们是叫窄距嘛，窄轨。所以这个跟蒙古修铁路就是这个标准是个问题。现在谈好了，具体的是对吧？我估计是修窄轨，一直修到矿区。这样的话，铁路一通蒙古它就会自然而然跟你更加亲近，离不开。所以这个上面写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叫一体化了。跟谁一体化？跟咱们一体化，不是跟俄爹。这一切的背景都是因为俄爹无暇顾及否则的话，它容许你在这儿眉来眼去的。所以你看，从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对吧？这几个斯坦，还库尔曼斯坦，再到蒙古，所以得感谢乌克兰人这个奋勇杀敌，对吧？如果乌克兰人继续努力，让俄罗斯变成20多个小俄罗斯，那对大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国就是缺资源，优质的这个焦炭你就是缺，铜也不够，天然气当然缺了，石油只要俄罗斯变成了20个小俄罗斯，那么北方就成为咱们的原材料基地，也就是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以我们要支持乌克兰，对吧？反抗侵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